那你經書教切家在歌羅西1:23，切家係用功，撇就係堅在信心裡面，唔好定勢走，切家嘅信心係強係真，一啲唔好定勢走，切家嘅信心錯過呢一個福音嘅盼望，因為到福音有效本切家得救，福音就係講我耶穌基督。你死在十字架3日然後復活，嚟撒相信佢撒，就係得救。嗱，所以即刻呢一個信心唔好定勢走，唔好交通，因為呢一個都係傳了本世間天下人知了，攏從人知在福音嘅方面，後本即刻得救。嗱，兄弟姊妹，一啲唔好勢走，係用功即個信心，入乜用功啦？當然即個係堅去聽上帝嘅福音。堂家嘅反應，自家嘅信心就要增加強，信心就要增加穩，就要增加強在上帝裡面。那自家嚟聽福音，嚟做福音咪做阿門。